弟兄姊妹平安，我哋咧嚟到食生命糧啊！咁咧喺復活節嘅聖週咧有特別嘅安排喎，就暫時咧我哋廣東話嘅日吃生命糧咧，就呢個禮拜暫停咧睇哥林多前書，亦都咧暫停咧嚟到速讀聖經使徒行傳。咁我哋集中精神咧，就嚟到思想咧喺2000幾年前咧呢一個復活節嘅聖週啊，主耶穌喺當日喺呢一個聖週嘅每一日所講所做嘅嘢咧，我哋去紀念，我哋去默念咧，透過咁樣嚟到日吃生命糧，亦都嚟到敬拜我哋嘅主。咁今日咧就開始啦，就因為咧今日咧雖然係禮拜六啦，唔係逾越，即係唔係呢一個嘅棕樹節喎。一般咧聖週咧喺棕樹節開始嘅，而棕樹節咧係星期日主日。今日係禮拜六喎，點解今日開始咧？咁咧我哋今次咧呢個復活節嘅聖週咧，就唔跟住咧一般嘅做法咧，由棕樹主日開始。我由棕樹主日嘅前一日開始，就係逾越節前嘅6日啦。可唔 OK 啊？點解咧？因為約翰福音咧12章咧係由呢一日開始去講咧呢一個復活節嘅聖週㗎。我哋睇下啦嚇，咁得意㗎，由呢一日開始嘅係啊。咁猶太人咧佢哋嘅一日計算嘅方法咧，同我哋而家咧嘅計算方法唔同㗎。我哋而家咧就係普遍咧係咁用啦，夜晚12點凌晨係咪？就去到另外一日咧夜晚12點為之一日嘅。但係猶太人嘅計法就唔係㗎，有晚上有早晨，創世記係咁講係咪？咁所以佢係由一日嘅下晝咧6點鐘，即係太陽落咗山啦，至到另外一日嘅咧係6點鐘即係太陽啱啱快要落山前啦，咁樣為之一日㗎。咁所以咧我就排咗個表啊，我話幫你咧望清楚啲㗎。逾越節前6日咧，就應該係2000幾年前嗰一次嘅逾越節咧，即係主耶穌係為我哋釘十字架嗰次嘅逾越節嘅禮拜五啊。唔係佢釘十字架嗰日嘅禮拜五，係之前一個禮拜嘅禮拜五晚上6點鐘至到禮拜六嘅晚上6點鐘啦。聖經咧就好清楚記載咗啦，喺呢一日嘅禮拜五晚咧，有一個香膏洗腳，就係瑪利亞咧用香膏幫主耶穌洗腳嘅事件啦。我哋由呢一日開始嚟到日吃生命糧㗎。因為喺呢一個嘅逾越節前6天嘅第2日啦，先至係咧棕樹主日。咁喺呢一日嘅早上咧，主耶穌騎住驢駒進入耶路撒冷京城，而且咧喺耶路撒冷嗰度咧去察看呢個京城咧，尤其是察看聖殿嘅。咁咧喺呢一度咧，我就唔一日一日咧咁樣去講咯，因為我哋嚟緊呢個星期咧，每日咧係按住次序咧一路講落去噶嘛。咁到時咧先至嚟到講好。咁咧俾你有個印象先啦，我哋就開始進入去逾越節前嘅6日啦。我就話咧，寧願相信聖經啊，係瑪利亞咧2次獻香膏，而唔相信學者咧猜測咧係1次獻香膏喎。因為好多學者都話，喺呢個星期裏面點可能獻2次香膏啦？係咪？咁咧，而且咧，呢2次獻香膏裏面有啲嘢都好似嘅喎，咁樣。咁係咪係同一次啊？咁樣。所以咧，好多嘅學者咧，佢都認為係同一次㗎。
咁我自己咧，今次咧同你哋睇聖經咧，我提出一個觀點喎，就我寧願相信咧係兩次嘅。咁啊，你自己選擇咯喎嚇，究竟係一次啊，定係兩次啦？亦都咧嚟到一齊去睇下聖經點解咧？我從聖經裡面覺得咧有可能咧係兩次喎。好啦，首先咧就係有人在那裡給耶穌預備筵席。咁呢個人咧唔係伯特利長大麻風嘅西門喎。點解啊？因為咧喺聖經咧，約翰福音嚇，佢係好清楚嘅。逾越節前6日，然之後咧第二日又點樣？跟住又點樣咧？逐日好清楚咧係去記載嘅。咁所以既然使徒約翰咧喺聖靈感動之下咧，係咁樣逐日好清楚去記載復活節呢個聖週嘅每一日咧，咁應該唔會搞錯噶。呢度就寫得好清楚咧，係逾越節前嘅6日。咁而呢個伯大尼長大麻風嘅西門咧，雖然咧同瑪利亞、馬大啊、拉撒路住喺同一個地方啦，伯大尼呢個地方啦，但係佢唔係一家人嚟噶嘛，係咪？咁而且咧呢個嘅伯大尼長大麻風嘅西門咧，佢喺逾越節前2日，前6日同前2日係咪好唔同啊？啱唔啱啊？所以咧佢應該喺逾越節前2日咧嚟到擺設筵席嘅。所以呢個人咧，我哋認為唔係伯大尼長大麻風嘅西門啦。OK 嗎？因為時間咧係對唔上嘅。好，咁另外咧就係馬大咧喺逾越節前6日嗰次嘅筵席咧係事後嘅。拉撒路咧亦都係在那同耶穌坐席嘅人當中嘅。咁所以咧我哋係好有理由相信咧呢件事係發生喺馬大、瑪利亞、拉撒路屋企啊。你諗一諗啊，主耶穌啱啱使拉撒路從死人中復活，你話成家人幾感激主耶穌啦？主耶穌咧就嚟到伯大尼之後咧，要上去過逾越節喎。咁喺上去過逾越節前咧，有機會嚟到接待佢喎。而且主耶穌每一次去到伯大尼咧，都係喜歡住喺馬大、瑪利亞、拉撒路屋企嘅。咁所以咧，好明顯咧，我哋可以相信咧，第一日去到咧，主耶穌就去咗馬大、瑪利亞、拉撒路屋企啦。所以馬大事後有冇印象啊？個上好福分咧，馬大咪埋怨嘅，喂，瑪利亞，你做咩坐喺度聽主耶穌講道？你唔嚟幫手事後啊？我忙到死喎！所以馬大咧就係咧，每次主耶穌去佢屋企咧，馬大都事後嘅，係嘛？而拉撒路呢個年青人咧，又能夠坐喺呢個筵席裏面嘅喎。咁所以我哋好有理由相信咧。呢一個咧係馬大、瑪利亞、拉撒路屋企啦。而且咧，我哋睇到聖經咧喺馬太福音同埋馬可福音咧講到逾越節前嘅2日，伯大尼長大麻風西門咧為主擺設筵席嘅時候咧，經文係冇提到馬大同埋拉撒路嘅。所以咧，我哋覺得咧應該唔係同一個事件啦。如果係應該都提㗎，係咪？但佢係冇提㗎噃。咁呢一個長大麻風嘅西門咧，好可能係因為佢嘅麻風得到潔淨啦，所以佢可以返屋企住㗎，係嘛？咁啊，好可能係主耶穌醫佢㗎噃。咁所以咧，佢就好感恩啦。一個咧就係耶穌使佢屋企人死而復活，咁啊，梗係感恩接待耶穌啦。另外一個咧就哇，使到佢大麻風得到潔淨，咁啊，梗係感恩咧接待耶穌擺設筵席。所以咧，好合情合理咧，係有2次嘅接待擺設筵席嘅。
瑪利亞咧就拿一斤極貴嘅真哪噠香膏抹耶穌嘅腳，又用自己嘅頭髮去擦，屋裏咧就滿了膏的香氣。咁咧係足稱嘅喎，一斤喎嚇，真哪噠香膏喎，唔係假嘢喎。點解攞咁貴重嘅嘢出嚟咧？點解咧唔係攞少少咧嚇？要咧咁即係全數擺上咧？因為諗下，主耶穌咧係救咗瑪利亞嘅細佬喎，係嘛？你話值唔值得去報答佢啊？咁咧呢度咧，我哋睇到咧，逾越節前6日咧係抹耶穌的腳，而逾越節前2日咧，伯大尼長大麻風西門為主擺設筵席嘅時候咧，瑪利亞咧唔係用香膏抹主嘅腳嘅喎，瑪利亞係將香膏澆喺主嘅頭上喎，所以咧唔同嘅噃。咁有啲學者話係啊，唔緊要啦，或者又同一次咧，又抹腳又澆頭咧咁樣。咁但係即係我就寧願相信聖經嘅記載，因為好清楚咧，唔同日子啊，逾越節前6日同埋逾越節前2日，地點又唔同，細節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地方喎。例如咧，雖然呢度講到瑪利亞係攞住一斤極貴重嘅真哪噠香膏，但係冇話佢咧打爛個玉瓶倒晒呢一斤出嚟喎。咁你話係咪全部倒晒啊？冇講喎，所以未必㗎喎，因為冇打爛個玉瓶啊，係咪？咁啊，另外咧，逾越節前6日咧就記載猶大啊，呢個賣主嘅猶大咧喺度埋怨，佢話做乜咁嘥啊？值1年嘅人工噶嘛，咁啊攞呢大筆錢去幫窮人啦咁樣。咁但係逾越節前2日咧就唔係猶大埋怨喎，冇提猶大嘅名喎，就有幾個門徒埋怨，但係冇提猶大。咁會唔會係因為猶大埋怨咗啦？其他門徒咧覺得有道理啦，咁所以到第2次嘅時候咧，逾越節前2天咧都唔使猶大出聲啦，啲門徒就執猶大口水尾咧就嚟埋怨啦。又或者會唔會係猶大咧成日喺度黏黏鵝鵝咧，搞到其他門徒咧都認同咗佢，所以幫佢出聲啦。上次你出聲咧，逾越節前6日你出聲咧，主耶穌又冇接納你嘅意見啦。今次我哋出聲啦，或者主耶穌會聽我哋講咧，係咪？我哋同你站在同一陣線喎，咁樣。咁另外咧，主耶穌喺逾越節前6日咧，就係去評論咧，佢話唔好為難瑪利亞啦。嗱，我講公道説話啦。佢係為我安葬預備嘅，所以咧佢係講係預備嘅喎。但係逾越節前2日咧，主耶穌咧就咁講啦，佢話嗱，唔好為難瑪利亞嚇，佢係為我安葬用嘅。2次咧相同嘅地方咧，都係叫啲人咧唔好為難瑪利亞，但係2次唔同嘅地方咧，一次咧就係話為我安葬預備，一次咧係為我安葬用嘅。第3節啊，有冇提到打爛個玉瓶啊？冇喎，咁我哋參考下7章37至38節咧。喺主耶穌傳道咧最初嘅時候咧，有一個女人啊，犯咗好多罪嘅，不過主耶穌赦免咗佢咧，佢罪多咧就呢個感恩嘅愛都多咧，所以佢咧就捨得咧攞香膏咧嚟到抹主嘅腳喎。咁但係呢一件事咧，絕對唔係逾越節前6天嗰件事。雖然都似㗎，有咩似啊？又係香膏抹腳啦，然之後又係用頭髮去擦乾淨啦，咁樣。但係咧有好多唔同嘅地方㗎，因為時間差唔多3年啦。另外咧就係呢個女人唔係瑪利亞啦。
地點又唔同啦，因為呢次發生咧，路加福音嗰次喺法利賽人嘅屋企喎，咁啊絕對唔係喺伯大尼嗰度噶啦，咁所以係兩件嘅事嚟嘅。咁呢個係兩件唔同嘅事，咁你做咩喺度講嘅啫？咁咧，我想你知道咧，關於打唔打爛玉瓶嘅問題，過嚟睇下好嘛？嗱，城裏咧有一個女人係一個罪人，知道耶穌在法利賽人家裏坐席咧，就拿着盛香膏嘅玉瓶，站在耶穌背後，咁啊冇話盛咗幾多嘅，一斤啦定幾多冇講噶，就係一個裝香膏嘅玉瓶，挨着他的腳哭，眼淚咧就濕咗耶穌嘅腳，就用自己嘅頭髮去擦乾，又用嘴連連親他的腳，把香膏抹上。咁所以咧呢個洗腳裏面都有啲唔同噶。瑪利亞係直接用香膏嚟同主耶穌洗腳噶，用嘅量咧會多啲啊。呢一個嘅女人咧，佢係用眼淚嚟到洗咁不過都係大家用頭髮嚟擦乾啦。瑪利亞用頭髮擦乾嗰啲香膏，而咧呢一個女人咧用頭髮擦乾眼淚。咁咧好似但係唔一樣嘅。好啦，我想問一個問題，呢度好明顯咧冇講到呢一個嘅主耶穌傳道之初幾年前呢個女人咧，佢獻香膏嘅時候有打破玉瓶喎，冇㗎喎，係嘛？亦都咧周圍咧就冇人話你做乜嘢咁浪費啊咁樣，係嘛？冇㗎喎，因為佢用咗香膏少少啫咁樣呢個女人咧只係用咗盛着香膏玉瓶中咧嘅一部分嘅啫。咁而且當時咧嗰個法利賽人咧淨係介意咧主耶穌，你知唔知佢係罪人啊？做咩你俾佢行近你啊？你係先知，你又唔好俾佢行近你啦，仲俾佢咁樣嚟到服侍。咁主耶穌咧就答佢係咪呢個罪赦免得多咧，愛都更多噶。咁我哋從參考呢個路加福音咧，就係喺聖經裏面睇到咧，第一咧原來玉瓶咧唔係一定要打爛佢嚟開嘅，因為啲學者咧就咁講啦。佢話咧我哋研究2000幾年前嗰啲裝住香膏嘅玉瓶先，應該咧佢哋冇蓋嘅。係要打爛咗個玉瓶咧，咁先至倒到啲香膏出嚟。咁而且一次過就用晒啦，因為你個冇咗個蓋啦，係嘛？冇個蓋，咁你唔一次過唔用晒，揮發晒，咁嘥啦咁樣。咁但係唔係咧？聖經係冇寫嘅喎。而我哋係從路加福音咧，或者約翰福音第12章呢兩次嘅事件咧，我哋都會發覺咧有可能呢個玉瓶係有蓋噶，打開個蓋倒少少出嚟，再閂翻個蓋噶。你明我意思啊？咁咧呢個係有可能，因為聖經咧有咁樣嘅暗示噶。但係有啲學者話唔係噶，冇蓋嘅一定要打爛佢啊。咁我哋發覺咧又冇咁嘅經文咧去咁樣講噶噃。咁所以我自己寧願咧比較傾向於咧接受經文嘅暗示啦。咁咧抹耶穌嘅腳喎，點解瑪利亞攞咁貴重價值1年人工嘅香膏不過佢冇倒晒嘅，佢倒一部分啦，嚟到幫耶穌基督洗腳啊。猶太人咧，你接待人去你屋企食飯咧，你要為呢個貴賓洗腳嘅。約翰福音12章呢度係咪？如果你有印象咧，約翰福音第13章咧，即係呢個復活節嘅聖週咧，我都會講到嘅。就係呢一個主耶穌咧喺食最後晚餐前咧，都係為門徒洗腳。佢做咗3個僕人做嘅嘢喎。一個人做3個僕人嘅嘢，做咩咧？倒水啦、洗腳啦，同埋抹乾。瑪利亞呢度都係做乜嘢啊？倒香膏啦，抹
耶穌嘅腳啦，然之後用頭髮去擦乾，3個僕人。但係今次咧，佢係個規格係最高，因為唔係用水，係用真哪噠香膏，唔係用布，係用頭髮去擦，係最高最高嘅規格。點解呢？因為瑪利亞話：我呢位主啊，佢係救主，佢係彌賽亞，佢係猶太人嘅王啊！佢係配得呢一個最高榮耀嘅標準噶。我嘅主駕臨我屋企，我梗係要咁樣接待啦。喂，老實講喎，如果今日主耶穌咧喺地上嘅話咧，即係佢又嚟我屋企嘅話咧，如果我係2000幾年前嘅人啦，有幸主耶穌嚟我屋企咧，我都一定走去揾香膏咧嚟到幫耶穌洗腳嘅，係嘛？你諗下呢一個逾節前6天之後嘅第2日咧，主耶穌騎驢入耶路撒冷，啲人點啊？用棕樹枝喺度搖啊！哇，喺度讚美佢，猶太人嘅王救主，係咪？然之後咧，用棕樹枝，用衣服咧就做地氈，俾主耶穌咧騎住驢駒，係嘛？踩住呢個地氈咧，呢個以救主猶太人嘅王嘅身份咧，搭上去進入耶路撒冷喎。王你梗係要鋪紅地氈啊嘛，係咪？所以咧，瑪利亞咧真係好好啊！佢係唯一聖經記載咧，係以一個當得嘅榮耀嘅標準咧嚟到接待主耶穌，亦都係佢係能夠及時為主耶穌安葬咧，去咧澆上香膏嘅。點解佢咁犀利啦？就係因為佢咧係寶貴上好嘅福分，佢係坐定定喺主耶穌腳前咧，聽主耶穌嘅道，佢好寶貴耶穌基督口中所出嚟嘅說話，佢好寶貴咧聖經啊，主耶穌口中所出嚟嘅話咧就係聖經。所以咧佢一定係咧好留心去聽噶，而且咧去思考噶，而且咧係去消化啦，將佢行出嚟有回應噶。所以主耶穌話咧你去到普天之下傳福音咧，都要講到瑪利亞係咁噶，因為主耶穌要所有嘅人世界上所有嘅人咧，邊一個跟隨佢都好啦，都要係咁樣去寶貴聖經，咁樣去按住聖經去回應佢。希望我同你咧都能夠好似瑪利亞咁樣寶貴聖經，又能夠明白又靈明，又咧當機立斷，可以做到咧呢一個咧最適合最及時、最寶貴嘅美好嘅侍奉。用頭髮去擦乾喎，唔係用布喎，唔係用毛巾喎，係代表咧全然嘅信服。頭髮係全然信服嘅意思。咁你諗下個頭髮，仲要彎低個頭落去隻腳度擦噶嘛，係咪啊？冇可能夾你個頭咁樣去擦噶啦。頭髮幾長，你都係彎低個頭落去擦，嗰種嘅謙卑跪拜敬拜。嗰種嘅咧信服我諗起上個主日咧，我哋跪禱領受主餐真係好啦。我哋全然信服，屋裏面咧就滿了膏嘅香氣。瑪利亞咧將當得嘅榮耀歸主。聖經話主嘅名咧好似倒出嚟嘅香膏，主嘅膏油馨香。所以眾童女咧都愛主啊！呢個係主咧配得嘅。再講多次點解淨係瑪利亞佢做得到呢件美事咧？都唔止一件好多件係嘛？咁尤其是咧係喺復活節聖週嘅呢2次獻香膏，真係好值得我哋去學習啊！
有一個門徒咧，就係那將要賣耶穌嘅加略人猶大。佢唔似瑪利亞，佢冇睇見咧主耶穌配得嘅榮耀尊崇啊！佢淨係睇到自己嘅利益嘅啫，佢好假意嘅冠冕堂皇嘅話去關心窮人。其實佢雖然蒙恩成為12個使徒之一，但係其實佢冇因為主嘅道而潔淨得救嘅。約翰福音13章咧，1章之後，主耶穌親口講啊，佢係冇蒙耶穌基督洗乾淨佢嘅罪嘅，佢冇得救嘅。甚至咧係利用聖職啊，呢個嘅猶大係咪啊？主耶穌俾佢管錢喎，做財務部長喎，佢竟然用呢一個嘅使徒同埋使徒當中管錢嘅職分咧，去取利喎，真係可惡至極嘅賊啊！咁啊，主耶穌就潔淨聖殿嘅時候都話啲人將聖殿變做賊窩啦，係咪？但係我覺得真係猶大咧，真係可惡更多更多。然之後咧，佢就喺度埋怨啊，佢話呢個香膏點解唔賣30兩嘅銀子，即係大概1年嘅工資去周濟窮人啊？所以假惺惺冠冕堂皇啊，其實自己想貪咗呢啲錢嘅。耶穌說：由他吧，他是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咁我哋參考下咧，主耶穌被賣那一夜前嗰一夜咧，又有一個獻香膏嘅事件喎。我睇下咧兩者嗰個嘅分別好嘛？馬可福音14章3至8節，耶穌在伯大尼長大麻風嘅西門家裏坐席。地點唔同啦。有一個女人拿着一玉瓶至貴的真哪噠香膏來，打破玉瓶。今次有打破嘅噃，把膏澆在耶穌頭上。唔係腳上喎，又唔同嘅喎。起碼呢度見到有3個唔同啦。有幾個人心中很不喜悅，第4個唔同啦，唔係猶大不喜悅啦，係門徒，有幾個門徒不喜悅，因為馬太福音講到明佢哋係門徒啊。說何用這樣枉費香膏呢？這香膏可以賣30多兩銀子，周濟窮人。他們就向那女人生氣。耶穌說：由他吧。逾越節前2天，主耶穌話由他吧。逾越節前6天啦，12章7節上面啦，主耶穌都係話由他吧。不過內容有唔同喎。上面咧，逾越節前6日咧，就講話係為我安葬之日存留嘅，但下面咧就話為我安葬的事，把香膏預先咧澆在我嘅身上，係咪唔同啊？所以咧唔係同一件事嚟噶喎。咁另外咧呢一次咧係有打破玉瓶嘅，即係話逾越節前2天嗰次。但係咧，約翰福音12章呢一次咧係冇講話有打破玉瓶喎。咁咧，主耶穌喺逾越節前6天講咗一句説話，佢話：你哋唔係時常有我，講咗2次㗎，係嘛？即係佢講咗呢句説話嘅，唔係時常有我咁所以咧，瑪利亞聽到一諗啦，唔係時常有主啊！咁而家可能係最後機會咯，係嘛？主耶穌話要去耶路撒冷，話要為我哋罪釘死十字架，死後3天復活喎。咁佢喺十字架上死，有冇機會埋葬啊？用香膏膏佢啊？可能冇喎，因為主耶穌話不常有佢喎。呢樣嘢好可能都促使到瑪利亞咧，係趁住呢一個嘅逾越節前2日就係因為逾越節前6日咧，知道咗不常有我，主耶穌講呢句說話咧，提醒咗佢。佢於是乎隔咗4日之後咧，就趁住最後嘅機會啦，真係我發覺真係最後機會喎。所以瑪利亞係好聰明喎，佢冇錯過喎，就係將香膏咧打破咗玉瓶嚟到獻上。
咁點解今次要打破呢？我諗第一呢，最主要就係因為前4日嘅時候俾人攔咗啊，所以佢唔想今次呢又俾人攔咗啊，係咪啊？所以佢一打爛咗呢，就冇得攔咗啦，攔咗冇用啦。所以呢個猶大嬲到死啊！猶大呢，上次都話我叫咗唔好倒晒出嚟噶啦，攞嚟周濟窮人啊嘛，係咪？啊，你今次仲打爛佢，全部倒晒出嚟，咁啊冇啦，我冇行啦，佢好嬲啦。所以嬲到呢，好可能嬲到呢，猶大呢，喺逾越節前2日呢，就唔出聲啊，嬲到唔講啦，真係。咁啊，反而係其他幾個門徒呢，就去埋怨。曉在耶穌嘅頭上呢，應該就係成樽倒晒落去啦。因為要好多嘅數量，而且又打破咗玉瓶。喺逾越節前2日呢，猶大啊嬲到死啦，佢就去見祭司長，就話啦：我將耶穌交俾你哋，你哋願意俾我幾多錢啊？哇！即係你睇乜嘢都係錢嘅呢個人啊，真係。他們就給咗他30塊錢，好少嘅啫喎。約翰福音12章9節至10節都提到祭司長，有許多猶太人知道耶穌在那裡，就來啦，不但是為耶穌的緣故，也是要看他從死裡所復活的拉撒路。但祭司長呢，商議連拉撒路都要殺，咁啊，梗係想殺耶穌啦。佢話連拉撒路都殺埋，免得啲人咧就話：你睇下，真係神蹟喺度啦，咁樣復活咗啦咁。而喺呢個時候，祭司長想要殺主耶穌，想要殺拉撒路，猶大又送上門，仲問要可以俾我幾多錢？祭司長竟然咧好藐視主耶穌，俾咗個奴僕嘅價值。點知係奴僕嘅價值咧？出埃及記21章32節，佢話呢牛如果撞死咗一個奴僕或者個婢女咧，如果你隻牛撞死咗人哋嘅奴僕或者婢女咧，你就攞銀子30舍客勒去俾嗰個主人賠翻佢條命啦咁樣。咁30舍客勒即係點啊？原來30舍客勒咧啱啱好咧就係30塊錢。所以祭司長咧將耶穌咧視作奴僕婢女咁樣嘅價值嘅啫，真係好離譜啊！真係猶大仲衰係嘛？你點可以咁做嘅咧嚇？啱唔啱啊？瑪利亞獻香膏，你就為嗰區30塊錢。唉，撒迦利亞書11章9至12節。呢度講到咧，又係講到30塊錢做工價。原來有一個牧者話：我唔牧養你哋啦。咁咧呢個係一個棄絕牧者嘅工價。咁俾幾多錢咧？30塊錢，打發佢走。所以猶大又好，以色列人又好，係嘛？佢哋竟然用一個奴僕嘅咁樣嘅價值咧，去打發佢哋嘅牧羊人，佢哋嘅救主走。不過我哋嘅主咧，用重價，難以去形容耶穌基督嘅生命，佢嘅寶血，你話幾重嘅代價咧？係嘛？就值得我哋去思想。咁最後嗰節咧，約翰福音12章11節，因為有好些猶太人為拉撒路嘅緣故回去信了耶穌。本來我哋讀到呢節咧，就係讀完逾越節前6日啦。因為逾越節前6日之後嘅第2日咧，就係乜嘢？你見到經文寫咩啊？棕樹主日。我哋聽日會講喎。咁咧非常之感恩啊！有機會同大家咧去好好地去講呢個復活節嘅聖週，一齊每日咁樣嚟到食生命糧咧，真係好寶貴，好感恩。上帝賜福。